受到沽壓，咁啊甚至乎今朝見到咧破咗上個禮拜五破咗個大位1.2之後咧1.19亦都失守，一度見過就1.1872呢位啊。係啊，咁啊見到咧就匯市方面波動啦，咁啊其實咧股市方面亦都非常之波動噶。嗱睇翻咧歐洲市3個嘅主要市場咧早段咧都係仲要跌1%㗎，譬如話好似富時100指數5059點跌1.3%，法蘭克福 DAX 指數跌1%，而巴黎 CAC 指數咧跌1.4%。咁啊比起美股嚟講咧，嗰種恐慌性咧，歐洲似乎咧就開咗個局出嚟就似乎喘定啲咁多，不過1% 嘅跌幅咧都令人好擔心咧，究竟往後歐洲市會唔會加劇下跌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從外匯嘅角度，我哋請嚟專家一齊傾下偈啊！咁啊就嚟自福匯亞洲客戶服務經理林偉俊 Terry 你好。Terry 好。Terry 咁啊先講咧，頭先同阿 Kenneth 提過歐元啊，歐元嚟講咧屢破呢一個大位啦，1.19、1.18都去到啦。咁啊究竟咧而家歐元嗰個勢咧應該點樣做咧？其實睇翻歐元嚟講咧，嚟緊嗰個走勢咧，我相信都仍然比較弱啲嘅。睇翻其實咧就上個禮拜五出咗嗰個非農就業數據啦，咁啊睇翻裡面出得就真係可能即係比較同預期差啦，個距離亦都比較遠，亦都差啲。咁啊最主要原因咧入邊嗰個私人機構咧睇翻佢嗰個就業率都係升咗4.1萬，咁啊好大部分其他咧都係政府去請翻啲臨時工啦，咁啊令到呢個數字即係叫做睇起上嚟比較好睇，咁但係仍然同嗰個預期差一段距離啦。咁啊信心方面咧都比較影響得大，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咧都傳出咗即係講緊啦，匈牙利嗰邊咧就有機會咧就步希臘嘅後塵啊，就有個債務危機。咁但係大家諗深一層嘅時候咧，其實匈牙利咧就基本上就唔屬於歐元區入邊嘅，咁但係咧就基本上我相信整體都有個連鎖效應啦，因為之前就歐洲嗰幾個國家都出現債務危機，而家當大家聯想到甚至乎超出歐元區呢個地區嘅地方咧都出現危機嘅時候咧，會唔會有機會咧繼續去蔓延開去其他國家？咁影響到嗰個信心嗰個。對其他國家都可能都有啲質疑啦，咁所以咧就亦都有啲大戶啦，都質低佢啦，咁加上嗰個非農出得唔係咁好啦，咁借勢咁就質佢落去啦，咁其實睇翻咧嗰個幾方面啦，同業歐洲嗰個同業拆息咧，其實見到佢咧都升得比較高嘅水平啊，咁都見到其實好多資金啦都係比較。即係嗰個同業都唔敢去借貸，啲銀行與銀行之間咧都基本上而家暫時嚟講都係嗰個驚個風險比較高啦。咁我相信呢個都會影響到，即係都會將呢個重擔轉介翻俾啲消費者啦。咁另外一樣咧就睇翻啲 CDS 啦，咁嗰個調期合約喺希臘西班牙、法國呢啲地方咧，嗰個水平亦都升到比較高嘅一個水平㗎啦。咁而家睇翻咧都比較多資金咧流翻入去避險美金入邊去避險。咁所以嚟緊睇翻咧嗰個譬如歐洲呢邊咧歐元區咧，亦都係相信都係比較低沉少少㗎啦，比較積弱少少㗎。咁而家就直頭大家都知啦，呢幾日都直頭跌穿咗1.2呢個大位水平啦。咁我相信而家1.1937呢個水平咧，而家就其實睇翻今日都係去到低位啦。差唔多講緊1.18呢啲1.1880呢啲水平咧，都彈一彈上嚟。咁但係睇翻個彈咧，就始終就相對比較弱啲啦，又唔係話真係能夠有翻個陽燭出翻嚟。咁所以嚟講咧，而家暫時嚟講咧，我相信投資者觀望少少就會比較好啲，或者如果有啲進取少少嘅投資者咧，可以喺高位做翻啲沽空咁樣，就我相信個策略會比較恰當少少。咁另外 Terry 應該繼續想跟進埋即係歐元就係咧歐洲央行同埋英倫銀行咧，今個禮拜4都會議息㗎。咁大家咧都估計咧佢息率會維持不變啦。咁但係就關注個議息聲明。其實咧點樣去展望啦？呢個禮拜4啦嗰個議息聲明咧，會業人士點樣去關注啲咩重點咧？同埋而家講緊咧歐元咧可能有機會下試1.16，其實呢個可能性大唔大咧？其實咧講緊1.16咧係有機會會下試得到嘅，因為其實我哋之前咧不嬲
洲都睇緊呢，可能1.2呢個水平呢都係比較穩健少少一個水平㗎啦。咁但係連1.2呢個水平呢，其實都穿得落去下面嘅話呢，嗰個信心其實相對嚟講真係比較弱啲㗎啦。對於歐元區嚟講，咁至於係你話1.16嗰個水平啦，咁你而家個距離可能仲有約莫300點度呢。咁我相信呢，仍然呢，可能而家短期內呢個走勢呢，我相信穿咗呢啲大位之後呢，仍然都會慢慢向下會走，個機會比較大啲㗎啦。咁我相信暫時嚟講呢，因為量度翻嗰個跌幅嚟講呢，暫時可能會睇一睇1.18呢啲水平先嘅1.1800呢啲水平先啦，然之後呢，睇下有冇機會企穩翻少少啦。如果否則嘅話呢，就都有機會繼續下試翻啲低位㗎啦。咁嚟緊講緊嗰個議息呢，又相信議息嚟講呢，暫時嚟講呢，都始終歐洲嚟講，我相信呢，就算啲財長呢，亦都唔會話特別去刻意喺呢個時間呢嚟到去加息或者做任何加息嘅一啲嘅有關相關言論呢。咁但係呢，始終呢，佢會後聲明，我相信呢，仍然係以穩定歐元嗰個價格為主嘅啦。但係之前呢，亦都有啲官員講過啦，其實相對嚟講比較低水平嘅歐元呢，其實對佢個歐洲嗰邊出口呢，其實有利嘅。咁唔排除呢，佢哋仍然都係以穩定歐元暫時嚟講個跌幅為主咧，因為始終如果真係話跌得太犀利嘅時間呢，對於佢嗰個經濟嘅穩健性都有一定嘅影響嘅嚇。暫時會咁Terry 再講講yen啦，呢一排即係喺大跌市嘅期間，yen 咧就充當呢個避風塘一個角色啦。但係睇翻今日嚟講咧，yen 嘅勢有少少轉喎，即係由去到9.34咧，突然間咧就去翻91呢啲位咧，可唔可以確認到係轉勢咧？暫時嚟講咧，其實仍然未睇到一個好明顯嘅轉勢嘅一個跡象。暫時亦都係見到佢係一個我哋叫做上落市橫行咧，因為見翻佢個波幅嚟講咧，都係講緊可能差唔多200點之間呢個水平咧。咁而家咧就見翻佢喺今日個低位度都彈翻少上嚟咧。咁暫時嚟講咧，我相信因為避險情緒仍然比較高漲啊，所以我自己睇翻咧 yen 都嚟緊嗰個走勢咧可能會強少少嘅，可能有好大機會咧去翻90點60呢啲水平先嘅。朝住呢個方向會行咯，我自己認為。咁另外 Terry 又想請教翻你商品貨幣方面咧，見到隻澳元啦都跌勢幾急啊，落翻去81嗰啲位，其實咧啲散戶咧就即係通常都好中意吸納澳元同紐紙啦，不過澳元嚟講呢個水位咧做一個中線咧，合唔合適咧？而家嚟講，其實睇翻澳紙咧，亦都係其中一隻啦，跌得比較相當犀利嘅一隻貨幣嚟㗎啦。但係其實你話真係係咪有好大嘅 reason、好大嘅原因去背後逼佢真係跌咁多呢？我自己暫時嚟講呢，其實睇翻呢，覺得都有少少超賣嗰個跡象㗎啦。同埋你見翻佢咧，上個禮拜五跌落嚟嘅時間呢，差唔多講緊都有200幾300點㗎啦。個幅度其實相對嚟講，比其他貨幣嚟講呢，都要大得多。咁我見翻佢今日啦，其實你見即係約莫而家喺講緊81.46美仙呢啲水平度行緊啦。咁我相信呢，其實之前個低位呢都有可能有機會會測試到80.73呢個位嘅。咁但係睇翻技術形態嚟講呢，都見佢之前喺呢個水平度做咗2次試低位呢，都未穿呢個位嘅。咁如果真係再下試呢啲位嘅時間呢，就要睇翻呢啲位嚟講有冇